继续来看新北地检署针对这个闪做兵这件，是以妨害兵役、甲伪造文书，甲王大陆等28人起诉。代替着王大陆去病院做体检的替身，嘛现讲咯，伊尾也是以15万来交保。讲王大陆这个替身，伫咧孤儿院大汉，无依无我无亲人。但是王大陆是好命囝，出世伫咧好野人兜，两个人的身份甲地位是差天甲地，都袂输是刀兵版的乞食王子。穿白衫这个查甫人行出新北地方法院，看到媒体提纸来嘉宾。想问你做这个很久了吗？有辩护人提到说还有未到案的异男。面对记者问题，拢无回应。远远看，伊甲家人王大陆个小可共边，伊就是涉嫌做王大陆的替身，伪造假病历的姓地被告。将羁押定了后，15万交保。为什么不去当兵？王大陆涉嫌开一大笔钱闪做兵，检警万鬼秋田，毋但抓到闪兵集团，更加抓出国内出名的查甫艺人，拢总抓到28人。检方组织以妨害兵役治罪条例、甲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，甲因起诉。检方阁查出，王大陆开360万找姓陈的主嫌代办假病历。伊个指示姓李的被告替王大陆的证件假以本人去病院，伪造高血压假病历。没穿过高中制服超过1次课，长大以后才会后悔。王大陆甘金汤匙出世，佮因为戏剧外少女时代伫演艺界称红。翻头来看姓李的被告，自细汉伫孤儿院大汉，高条件的伊无亲人，互未少人拢讲，这根本就是刀兵版的乞食王子。是讲如今替身也互检方起诉，检方卖继续追查，敢有其他闪做兵的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